所以为什么咱教会传统其实对伫今仔日中秋主日的礼拜，然后其实明仔载开始，传统的教会是每一天拢有特别的活动，一步一步，咱甲耶稣同款行过迄个受苦的路。但是咱即个因为咱会友年龄层拢较悬，无办法常常每一天拢来教会来聚会，所以咱即马较做一寡较调整，咱拜五的受难日的礼拜，毋茫讲咱会当拢踊跃出席，咱重新活出即个受难周的意义。以后教会要安怎安排，咱阁继续来思考，要安怎安排即个上重要的即个受难周。咱爱有一个体会，就是若无耶稣受难，定是一个国活；若无即个代志的发生，咱基督徒过圣诞节其实是无意义的。咱爱知影。咱庆祝圣诞节，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了世间人来受难，定死是一个3日了后国活。咱若干那欢喜庆祝圣诞节，欢喜庆祝国活节，这亲像真侪人、真侪社会顶面非基督徒，咱知影教会国活节的分红卵对无？会记起我少年的时代，伫中华遐丽水教会遐实习。国活节下晡就是分红卵，去街头分红卵。厝边的问啥物？新民生新民生较分红卵对无？迄当初较想着，敢有可能咱干那庆祝？咱煞无了解庆祝的意义，耶稣受苦，定是一个死，然后阁活，所以毋茫讲咱踊跃参加。我知影咱有年纪咱的教会长辈暗时较无爱出门，但是其实咱台北治安嘛真好啦，咱。家附近其实交通顶面袂讲伤乱，所以鼓励咱大家拜五踊跃出席咱的受难日特别的礼拜。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大观的主上帝，你是阳光的主宰，你充满阳光，因为你有大气力。你的疼痛无限度，你疼阮，甚至阮毋捌你的时阵，上帝你已经疼阮，所以阮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阮也用恭敬的心听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阮佮用开放的心，阮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读到读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6节，实际上，咱拄好今仔咱有一个贵宾是亚东剧团的代表钟弟兄。咱知影即个描写，短短几节的圣经经节描写，其实非常有画面性。这会当马上有即个戏剧背景的，看到这5节的圣经经节，伊马上心中就想到迄个剧本，想到迄个舞台的配置安怎来演？因为这真正是一个非常水的画面，真水的画面。耶稣谦卑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后壁对耶稣的门徒，然后
因的清查虽然讲无非常的特别，但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伫遐迎接因。这就是咱大大所读的圣经经节，也是樟树主日的来源，就是这个事件。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这些群众、这些犹太人，手提代表胜利的樟树枝来迎接耶稣。其实樟树枝、手拿樟树枝，这是地中海遐的一款文化，就是代表胜利。无论是运动比赛摕到第一名，也是军队阵营，拢群众都会摕樟树枝来迎接耶稣。当然，希腊来源的奥林匹克，因是用橄榄的，因用这个桂冠枝啦，因是用桂冠枝，迄就无共款的来源。但是其他的风俗，手拿樟树枝是一款庆祝胜利。咱若敢若看即个图，雄雄一看，会感觉亲像古代君王带领胜利的军队进入城，解救城中的老百姓。所以咧，指挥官即个得胜的君王骑战马，威风带队要来入城，即个画面。毋知影咱台湾人敢会思考到一幅图啦咱知影过去独裁者上爱用的一个画面，就是骑战马，然后伫遐真威风。这是地上的领导者上爱创的，这已经无啊啦咱敢有会记即个新闻？差不多十几冬前还是无偌久前，全台湾上悬的蒋公铜像伫倒位？宜兰苏澳镇公所头前，现啊根据新闻我毋捌去过啦3公尺遐悬，3公尺遐悬，当上以前讲这是台湾上悬的蒋公铜像。因为各种的原因，所以一直踩伫遐。当然后来大家开始感觉这种政治性、等权威的公共设施渐渐拢来除去。当然，咱毋是否认一位前总统的贡献，咱毋是否认，但是咱感觉即款用展现权威的公共设施，咱会感觉讲真正伫即马民主的时代是无妥当，真无妥当，所以拆掉啊。但是咱着比较，敢是差别真大。地上的统治者，甲主耶稣。真大的差别。为什么？因为耶稣毋是骑着战马，是骑驴，不只是驴，阁是驴的囝，驴仔囝，骑驴啊。虽然讲耶路撒冷众百姓也伫遐喊讲：和散那，和散那，请拯救，请拯救，请拯救。亲像迎接要解救老百姓的正义之师。不过，这个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无武器，也无军队，有啥物？耶稣带来的是天父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就有影这，咱知影，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众人话讲：何山那，何山那！因称呼主耶稣是奉主的名来的，就是以色列的王。何山那，请拯救！代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所期待的，因期待的是啥物？因期待一个地上的领袖弥赛亚，亲像大卫王同款，来拯救因脱离外族的统治，重建因的国家。这伫现代也真多，所以真多政治人物，因就算是民主国家，也会讲真多，话真多口号。当然，这无代表讲咱嘛袂当讲哦，插政治的人拢是自私，拢是安怎？这就伤过头，这伤过头。咱也会相信，有的政治人物真正是有心为着国家。但是，对咱地上正人类来讲，咱需要的，咱真正欠缺的到底是啥物？真正欠缺的到底是啥物？咱知影，可能有捌听过其他的牧师伫讲台有讲到，伫主前167年。也真正犹太人的中间出现了革命的领袖，迄当阵统治这个犹太地的君王叫做叙利亚古，这个王朝，因是属于叙利亚，就是这个主要控制的所在就这个地区。当然，因是希腊将军的后代，但是控制迄个所在。然后，因为因是希腊背景的，所以咧，对伫犹太人的圣殿真讨厌。所以伫主前100外冬的时阵，167年的时阵，就伫遐。将圣殿用垃圾伫圣殿献祭献啥物？献猪啊！咱知影旧约圣经讲到啥物？猪是无清气。犹太人、犹太教对猪真正真敏感。啊，迄个统治者、外族统治者故意要来糟蹋犹太人。啊，然后咧，膜拜君王的。就刣死，你继续要行这个犹太教的礼仪的，拢刣死，所以引起犹太人的革命，主前167年。所以当然后来这个革命失败，因为后来人拢是自私的，所以开始才会带头革命的人，家己内部也伫遐斗来斗去，所以后来煞无成，敢若几若十冬的迄个犹太人的独立。不过有即个经验，所以真侪耶路撒冷的百姓想讲：耶稣甲迄个100外冬前，迄个领导阮革命，阮的祖先革命的迄个是共款。犹太人因所仰望的是一个政治甲军事的领袖，因仰望这个领导者，这个革命的领袖是爱带领犹太人重建因的以色列的王国，重新建立国家。咱知影国家爱有啥物？土地、人民、政府主权，等等，因想的是这，但是耶稣来，其实伊所传的建立国家是啥物国家？
上帝国、上帝掌权的国度，是一个上帝掌权伫地上、伫全世界，毋是土地人民政府主权即款。啊，就想到啥物人要做头，啥物人要做啥物，毋是。耶稣传的是独独敬拜上帝，上帝旨意伫地里，伫正亲像伫天里。所以耶稣所要带来的革命，毋是政治顶面的改朝换代。耶稣所传的改变，是一个对峙问题的上中心，人的心灵、人的灵命带来改变。人若无改变，制度改变也是无效，也是无效。有可能咱台湾最近发生的真侪政治或者的大事，就是这个问题啊。咱毋是迄种的，咱感觉啊，这就是贪污嘛，这足明显就贪污，摕钱就摕钱，讲啥物？但是咧，只是迄种的讲清清白白，咱会讲哪会安尼？问题伫倒位？人无改变嘛，你犹原用迄种万岁万万岁的迄款心态，你来关心政治。就会变做你所介意的这个领导者，佮安怎做歹事，就佮安怎明显，然后讲话转来转去，啊明明有摕钱就有摕钱，厝拢买啊，但是你就是会清清白白，甚至开钱坐游览车，然后咧来听伊，人会改变。所以耶稣所讲的，毋是改朝换代，耶稣讲的是咱问题的根源伫倒位。所以耶稣是徛如进入耶路撒冷，大声安尼做是应验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撒迦利亚讲：“看你的王来到恁遮，伊是公义的，伊要施行拯救，伊谦逊，徛着驴，就是徛着驴的驴啊。驴是啥物？骹短短，然后咧会当载真重，行无紧，但是咧。”会当行真远，这代表的，这就是上帝国的本质，毋是战马。咱知影战马吼走一连走真紧，但是咧马上就无力啊。然后战马冲足紧，但是咧伊硬冲，然后就无啊。上帝国的本质是温温和和、谦卑、久久长长的慈悲疼痛。这敢若会当对伫上帝来的，敢会当对伫上帝来，因为上帝会听。所以，搁一遍，咱就思考着耶稣所讲，什么叫做赦免？赦免。是完全的赦免，上帝出日头照伫好人甲歹人，上帝落雨压伫义人甲不义的人，这叫做完全的听。所以咱来讲，虽然讲咱毋是完全，咱拢有欠亏，但是上帝犹原听咱。即款的听，较是完全的听。即款的听，伊包容咱的过犯，所以咧。咱心的问题，咱心中的问题，较通透啦。就是咱拢有咱的不足，咱拢有咱的欠亏。即款的欠亏不足，藏伫咱的心中，咱永远是用无完全，迄
看即个世界，用咱的无完全去面对别人、面对事，结果莫怪规个世界安尼乱糟糟，好亲像是毋知影明仔载新闻佫会讲到啥物大消息，好亲像即个世界敢会继续来运作，哇，战争有诶无诶真多。但是耶稣伊用伊诶行动，伊代替咱来受咱诶过犯，咱会为着咱诶罪，伊献伊家己，替咱受着咱应该爱受诶刑罚。所以咧，咱伫天父上帝诶面前，咱拢是无罪之身。咱毋是完全，但是上帝依然疼咱。不过就是因为安尼，地上的掌权者看耶稣是威胁，你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看待耶稣是因统治权的威胁，犹太教的领袖看耶稣是宗教传统甲因既得利益的威胁。不过耶稣犹原选择进入耶路撒冷，用伊听的行动甲世上的关系正面来战。类兄弟，圣囝耶稣的听表现伫伊的灵敏，伊知影人的软弱，所以伊为着世间人来流目屎，伊也为着世间人所经历到的苦难，伊心真痛。但是耶稣相时，伊也用伊的痛要来改变人。耶稣用伊的包容的行动，伊伫世间的时阵，伊甲遐个社会中的弱势做伙，遐个法利赛人讲耶稣拢甲遮个基督、遮个有罪的人做伙，但是耶稣用即款行动，互咱知上帝是一个包容、充满疼心的上帝。咱只要就跟上帝，无论咱过去怎样，咱拢会当重新恢复甲上帝的关系。耶稣用伊的包容，拍破人甲人中间所有遮个无形的墙。伊也用伊的包容，较会当互咱大家会当通过信仰来得到合一。因为咱知影，咱大家拢是因为跟对耶稣来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查某囝。类兄弟，所以中秋主日毋是一个演戏的一个剧本。上重要的中秋主日是互咱来思考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伊毋是亲像世间人徛着战马，要用权威来领导。耶稣也毋是要用武力比较啥物人较强，用强来欺压弱，伊毋是用即款方法。耶稣伊是用伊的牺牲，伊用伊听的行动。有时阵伫社会上，咱会听到有人讲，讲到即个能源议题，即以前迄个
即个废核的时代，有的人真爱讲用爱来发电，好亲像讲，即个世间讲着疼，好亲像是真吼，互人感觉讲，哎，用喙讲的，用喙讲的，但是咱爱思考一个问题：那即个社会上拢无人愿意过来提醒疼。你感觉正确的代志，你藏伫心中，你无愿意阁讲，互遐个错误的讯息，伫遐社会上来流传，当然社会会愈来愈乱。当然，你会感觉好亲像无希望啊！咱基督徒。当然毋是伫遐规工画口号，但是敢是会当至少伫咱兄弟姊妹的中间，咱出对圣经会才会激励，才会鼓励，才会提醒，至少伫兄弟姊妹的中间，咱彼此来激励，彼此来提醒。弟兄姊妹，今仔日开始就是受难周，愿咱思考着耶稣伫世间所传这个福音的信息，这个上帝国要伫地上来成全的这个好消息。实际上，上帝国是一个现代进行式。当咱基督徒，咱对伫上帝的话，对伫圣经，咱得到启发，然后咱对伫基督的中间，咱有圣神，互咱气力、甲勇气、甲信心，咱照着安尼，咱彼此来激励，彼此来扶持。然后做伙来拍拼，这就是天国，这就是上帝掌权的领导。所以，愿咱兄弟姊妹，咱虽然是一间伫大都市内底的一个新小的一间教会，但是咱千万莫看无咱家己。看无家己，毋是安尼用的，毋是伫遐讲无希望啊啦，教会要关啊啦，毋是看无家己是讲咱爱谦卑，但是咧，咱爱看重的是今仔日上帝交代互咱即个新重要的使命。当然，教会界有人会问讲叶牧师啊，你即摆教会的现况安怎？我会讲敢是教会弱小，你就家己放弃对无？袂使啊，当然袂使。咱家己兄弟姊妹，咱敢有安尼来看重即间奉主耶稣的名来建立的西欧教会？过去40多冬。大家的努力，所以愿咱伫中秋主日，咱搁一遍来回想着主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伊用伊的行动来见证上帝国的建立，咱也是会使用咱的行动来见证咱西欧教会真正是。用主的名来起造的教会，咱有心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咱也有心为着上帝的旨意来拍拼。咱做阿头爱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伫中秋主日搁一遍激励阮，因为你。
的圣子主耶稣，骑着驴，带着12个门徒，就进入耶路撒冷，就亲像阮西欧教会40当前，伫资源有限、人也有限的中间，阮也起造着阮的教会。虽然讲社会变迁，虽然讲教会的个人化，互阮常常爱面对真多的挑战，但是主啊，愿阮就亲像圣子耶稣，虽然头前的路真辛苦，充满挑战，但是犹原愿意奉上帝你的旨意来行，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伫旧年庆祝着教会设立40当，进入第41当，愿恳求上帝帮助阮，帮助阮会当起调伫主你的话，互阮所做一切照主你的旨意，互阮也会当独独跟对你，独独听你的话。愿为着阮厝边头尾，通白白听着主你的话，白白会当领受你的听。主啊，你持续带领阮兄弟姊妹的生活，阮的家庭，阮的工作，互阮会当为主你来做见证，也会当亲像你伫地上的代表，愿互众人拢会当互你的话来吸引，互你的听所掠着，互你的气力所改变。愿将阮所讲所行的一切交托主你来引带。愿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三个来回应的圣诗，圣诗121首，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踮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请咱起三个来吟。上帝听他也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踮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有你的
何往何以你我救万众归来亲故。不在眼光，你个万金的龙，红绵绵牛的左边肩，俄罗斯我眼不见。下节。下面奉献咱请余雅执事加秋美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像咱先开始报。伫报告的进前，咱有进前捌来迄个姊妹吼，潘姐妹坐伫迄个美玲姐的边啊吼，因为进前捌来过啊，咱个拍拍啊欢迎一下。潘姐妹，嘿，潘姐妹，是。我姓潘，是。汤哦，不好意思，看错了，不好意思，汤，是，啊汤，汤，对，汤，对，汤，哦，佮一个迄个亚东剧团的钟弟兄，啊，那个人拍拍啊，第一个啦，来，咱来拍。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是长寿主日，咱纪念耶稣阳光进入耶路撒冷礼拜了后，咱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吼。咱3月份的寿星是邦师兄甲游兰兄。第二咱欢迎亚东剧团吼，今仔日有派同工来访吼，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大道。咱个行动来支持迄个剧团的福音事工。第三，本节开始受难周，拜五4月初3，耶稣受难日下暗7点半，要伫本会礼拜堂甲内湖教会同时举行联合受难日的礼拜。礼拜中要共修圣餐，咱请教会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第四，4月初5。搁偌一赞美礼拜圣歌队要献唱无比大爱的选曲哈。第五需要2026年第二季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册，咱会伫迄个招待岛后壁遐吼有需要的，咱来较来客吼咱迄个拜五暗吼，咱拢有7点半的早经，咱拢是用迄个每周的新眼光读经吼。第四，4月份教会操会班，要伫4月11礼拜六上午10点上课，要参加的，咱迄个秋美执事来报名。下礼拜
搁偌一个赞美礼拜的经文甲迄个信息，咱甲家己看吼。过来，咱看倒手边的部分教会聚会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主日上午8点45分。拜五每周的神光讲读经吼，咱下暗7点半。拜六有插会班，每个月一届，上午10点。过来，咱看圣光事奉的部分。今仔日是招待是友来兄甲小庄姐，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素琴姐。下礼拜讲道叶牧师，诗花是明义长老，竖琴是曹慧玲老师，领唱是梁长老，诗献是我本人甲余养执事。招待是文龙兄甲宪宗兄，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燕庆姐。过来，咱奉献统计的部分，奉献后出入的，请我也是甲秋美执事来见证。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的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文来读一届，大家甲读两届，华语读一届，就也讲也张手机出去迎接伊，叫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就是以色列的王，愿意得到俄勒，请。奉主的名来，就是以色列的王，愿意得到俄勒，就叫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就是以色列的王，愿意得到俄勒。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升上。”约翰福音12章13节，咱有缘节呢吼，来大家互相请安问好。来。咱三个来吟圣诗84首，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顺城的众女子，主的正经仪，天顶至大人君，和平我的主。这时坐伫座位降临极威仪，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顺城的众女子，主的正经仪。请咱起立来吟。唱煞了后，咱较请牧师祝祷。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春夏的正路主，主的正经仪。和平我的主，爱是这的教会，光临教会里，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春夏的正路主。主的正经仪，美美行仪，大大有福气。何塞那，何塞那，当你的后裔，愿主他所立。Oh,
快给来呀的，我若主兄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